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龍虎榜，我係祖記啊。咁喺上一條片啊，龍虎榜就同大家排行咗喺醫療券入邊10個大家需要注意嘅事項啊。如果有觀眾係錯過咗嘅話呢，可以喺龍虎榜嘅頻道入邊去睇翻啦。咁有觀眾就同祖記講啦，可唔可以講埋長生津？咁就今日呢，鬆眾要求啦，咁就做咗呢一條片啊，去排行一下長者生活津貼10個大家需要注意嘅事項啊。咁因為長生津呢10個嘅事項呢，每一個事項都係好重要下嘅。咁尤其是係倒數去到頭嗰幾位啦。咁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可以睇晒呢條片啦，就唔好錯過任何嘅一個章節啦。咁我哋先由第10位去倒數。喺香港，長生津呢係好多長者嘅重要生活保障。2025年起啦，長生津嘅金額咧已經係提升到去每個月4250蚊嘅啦。呢一筆嘅津貼咧，雖然唔算話係好多咯，但係都足以成為長者日常生活嘅一個穩定支柱啊。政府咧亦都承諾會按通脹咧調整金額，確保長者嘅購買力咧係唔會因為物價上升而逐漸削弱啊。而喺實際嘅操作上面咧，長生津係會直接存入申請人嘅銀行戶口啊，免去繁複嘅領取程序，令到長者可以安心咁規劃日常嘅開支。對於好多依靠津貼維持生活嘅長者嚟講咧，呢一筆金額咧唔單止係一份金錢上面嘅支持，更加係一份社會嘅承認同埋保障。佢象徵住社會對於長者嘅尊重，確保咗佢哋晚年仍然可以過上有尊嚴嘅生活。咁長者咧喺香港嘅生活保障主要係透過2項嘅津貼嚟支撐啦。第一個咧就係高齡津貼啦，即係俗稱嘅生果金啊。而另外一個咧就係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長生津啦。生果金嘅要求咧係申請人年滿70歲或者以上啦，而長生津咧就只需要65歲或者以上就可以申請噶啦。呢個就意味住咧長生津可以更加早去惠及長者啦，尤其係嗰啲65歲退休之後就需要經濟支柱嘅人啦。其次咧，資產審查咧亦都係另外一個關鍵。生果金咧係完全唔設置資產嘅審查噶，任何符合年齡同埋居港年期嘅長者咧都可以領取噶。相反，長生津咧就必須要通過入息同埋資產審查啦，確保津貼集中支援真正有需要嘅群體啊。呢一種設計咧雖然增加咗申請嘅難度啦，但係亦都令到資源更加具針對性啊。喺金額方面啦，差距咧亦都係有個明顯喺度嘅。生果金喺2025年嘅水平咧係每個月1641蚊啦。而長生津咧就係每個月4250蚊啦。對於依靠津貼維持生活嘅長者嚟講咧，長生津嘅金額咧更加可以提供基本嘅保障啦。而生果金咧就偏向象徵性嘅支持，適合經濟狀況較為穩定嘅長者啦。講到長生津同埋其他津貼嘅互斥性啦，首先咧，長生津係唔可以同高齡津貼，即係俗稱嘅生果金係同時領取嘅。其次咧，長生津亦都係唔可以同傷殘津貼去同時申領咯。傷殘津貼咧係旨在支援因為身體狀況而需要額外照顧嘅市民。如果同時享用長生津咧，就會出現資源嘅重疊啊，削弱咗政策嘅針對性啦。同樣地咧，長生津亦都係同綜援互斥嘅。綜援咧係針對全港有經濟困難人士嘅安全網啦，涵蓋範圍更廣啊。長生津咧則專注於長者嘅群體啊。如果同時領取嘅話咧，就會造成雙重津貼啦，唔符合公平分配嘅原則啊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係必須要喺呢3個福利入邊去，只可以選擇一樣嘅啫。咁大家咧就需要係睇睇邊一樣係最適合自己啦。嚟到第7位要講嘅咧，就係長生津嘅年齡要求啦。咁年齡咧就係申請長生津嘅最基本申請門檻啦。長生津咧係規定申請人咧必須年滿65歲或者係以上啊。咁大家咧就需要喺年滿65歲嗰一年嘅生日之前嘅1個月之內去申請啦。咁呢一個門檻咧
同另一項高齡津貼即是生果金咧，係形成咗個鮮明嘅對比啊！生果金嘅年齡要求咧係更高嘅，必須要去到70歲或者係以上先可以申請。值得注意嘅係咧，年齡要求並冇豁免或者係彈性噶，無論申請人經濟狀況如何或者係生活是否困難啊，都必須要達到規定嘅年齡先可以申請。嚟到第6位嘅注意事項咧，就係居港年期嘅要求啦。喺申請長生津嘅過程入邊咧，居港年期咧係一個不可或缺嘅條件嚟噶。呢一項要求嘅設計咧，目的在於確保津貼可以真正惠及到長期居港嘅長者咯，而唔係短期停留或者係啱啱移居嘅人士啊。首先咧，申請人係必須已經成為咗香港居民唔少於7年啦。呢一個係一個基本嘅年期門檻，象徵住申請人咧同香港社會有穩定嘅連結。其次咧，喺提出申請之前咧，申請人係必須連續居港至少1年啦，以確保佢哋嘅生活重心確實係喺香港嘅。制度咧亦都容許一定嘅彈性嘅。如果申請人咧喺1年之內曾經短暫離港啦，只要唔超過90日咧，仍然係符合資格嘅。呢個考慮到長者可能因為探親或者係旅行咧而短期外遊啦，避免因為咁樣咧而失去咗福利啊。所有居港記錄咧均係以入境處嘅官方資料為準啦，確保審查公平透明啊，唔會因為個人陳述而出現爭議。呢一點咧強調咗制度嘅嚴謹性同埋避免濫用。好快就倒數咗一半，嚟到第5位就係申請所需要嘅文件啦。申請長生津咧，並唔係只填一份表格咁簡單嘅，申請人咧係必須提供一系列嘅文件啦，以便社署咧核實資格啊。呢啲文件嘅準備咧，往往就係申請過程入邊最耗時嘅一環，但亦都係確保審批順利嘅關鍵啦。首先咧，香港身份證就係必不可少嘅啦。呢一個咧就係確認申請人嘅身份同埋居港年期嘅基本證明啦。冇咗身份證就冇辦法進入審查嘅程序啊。其次咧，申請人亦都需要提供住址嘅證明啦，例如係水電煤單或者係可以顯示居住地址嘅文件啦。呢個唔單止係用嚟確認申請人確實係住喺香港啦，亦都可以支持居港年期嘅審查。喺資產方面咧，必須要提交銀行存款同埋資產嘅證明啦，包括係存摺啦、銀行月結單啦，甚至係投資賬戶嘅記錄啊。呢啲資料令到社署判斷申請人係唔係符合資產嘅限額。同樣重要嘅就係入息嘅資料啦，例如係糧單或者係退休金嘅通知啦。如果申請人咧係有租金嘅收入咧，亦都必須要提供相關嘅文件啦。呢啲資料咧可以幫助社署計算申請人嘅每月入息啦，確保符合規定噶。嚟到第4位咧，相信就係對於一啲申請緊長生津嘅人士咧，最重要嘅事項啊，就係資產同埋入息嘅限額啦。呢一個關卡咧係直接決定咗申請人可唔可以符合資格嘅。對於申請緊嘅人嚟講咧，係最需要留意嘅部分啦。首先咧，制度對於單身同埋夫婦咧係有唔同嘅標準嘅。單身人士嘅每月入息咧必須唔超過10,770蚊啊，而資產嘅上限咧就係40,600蚊。而夫婦嘅每月入息咧係唔可以超過16,440蚊，喺資產上限咧則為61,600蚊啊。入息嘅定義咧，亦都係相當全面啦。除咗人工之外咧，退休金、租金收入咧，呢啲亦都係屬於入息嘅範疇啊。換言之咧，任何形式嘅定期收入咧，都會被納入計算啊，避免有人透過唔同嘅渠道隱藏收入啦。而資產嘅範圍咧，亦都係好廣泛嘅，包括係銀行存款啦、股票啦、債券咧，呢啲都必須計入審查嘅。咁大家要留意嘅就係咧，如果超過限額咧，就會係唔合資格嘅啦。嚟到第3位季軍嘅位置咧，就係資產嘅計算啦。喺長生津入邊咧，資產計算往往係最容易令到申請人混淆嘅環節啦。好多長者咧以為某啲資產係唔需要申報啊，結果咧就因為資料唔完整咧而影響咗申請啦。首先啦，債券啦、股票啦、基金呢啲嘅投資工具係需要申報嘅。
呢啲金融嘅資產啊，雖然可能係波動啦，但係喺制度上面咧都係屬於可以計算嘅資產，係必須納入考慮嘅。咁喺物業方面咧，制度亦都係有明確嘅區分啦。非自住物業嘅價值咧，需要計算喺資產入邊嘅，因為佢係可以為申請人咧帶嚟潛在嘅收入或者係價值啊。而自住嘅物業咧，即使大家住緊嗰層樓咧，係唔需要計入資產嘅。呢個係政策上面嘅一個保障啦，避免長者因為自住樓宇而失去咗津貼嘅資格啦。而另外咧，大家手頭上面嘅現金啦，一啲嘅金器啦，甚至係擺喺投注戶口入邊嘅現金咧，都係需要計算嘅。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。嚟到亞軍嘅位置咧，第2位就係離港嘅限制啦。咁之前嗰8個位置咧，就講咗好多嘅申請嘅資格啦。咁嚟到呢一個亞軍同埋嚟緊嘅冠軍咧，都會講一講咧。除咗申請之外咧，如果大家係持有緊長生津咧，都必須要注意嘅事項啊。咁所以咧，佢哋亦都係排名係頭1、2位嘅。咁呢一位咧，就係講緊居港要求啦。居港要求咧，唔單止係限於申請時嘅年期審查，亦都係延伸去到津貼發放嘅期間啊。意味住咧，長者喺享用津貼嘅時候咧，必須要確保自己嘅生活重心咧，仍然係喺香港嘅。首先啦，規定係明確咁樣指出咗，領取期間咧必須居港啊。如果長者咧長時間離港，就可能會失去資格啦。呢個係制度設計嘅一部分啦，確保公共資源真正係用喺香港生活嘅長者，而唔係長期居於外地嘅人士啊。不過咧，制度亦都係容許一定嘅彈性嘅。一般而言啦，長者可以進行短期嘅旅行，只要離港咧係唔超過90日，係仍然符合資格嘅。呢個係考慮到長者因為探親啦、旅遊或者係其他原因需要外遊，避免因為短暫離港而失去福利啊。為咗確保公平啦，社署咧係會定期檢查大家嘅出入境記錄噶，咁所以咧大家都需要留意下啦。嚟到冠軍嘅位置，第1位咧就係隱藏資產嘅後果。喺申請長生津嘅過程入邊啦，誠實申請資產同埋入息咧係最基本嘅要求啊。如果申請人咧刻意隱瞞或者係漏報咧，後果咧唔單止係失去津貼，更加可能係帶嚟嚴重嘅法律風險啊。首先啦，隱瞞資產咧係屬於違法嘅行為嚟噶。長生津咧係一項公共嘅資源啦，政府要求申請人提供完整嘅財務資料啊，以確保津貼可以真正惠及有需要嘅長者。任何刻意隱瞞或者虛報都係對制度嘅破壞啊。其次啦，如果被揭發咧，社署係有權追討已經發放嘅津貼啊。呢個意味住申請人唔單止會失去咗資格啦，仲可能咧需要退還翻以前的過嘅金額啦，對生活咧係造成一個沉重嘅打擊噶。更加嚴重嘅係咧，申請人咧可能會面臨刑事檢控啊！隱瞞資產咧唔單止係行政上面嘅問題啦，而係觸發咗法律嘅行為啊！如果被定罪咧，除咗罰款同埋監禁咧，仲會留下案底啊，影響日後嘅生活。此外咧，呢啲行為會影響日後申請其他福利咯。政府部門之間嘅資料係互通噶。如果申請人咧因為隱瞞資產而被追討或者檢控咧，日後申請其他津貼或者係福利嘅時候，信任度咧將會大大降低啊！所以咧最重要嘅一點就係必須誠實申報，避免法律風險啊！即使資產或者係入息接近限額啦，亦都應如實提供資料，令到社署咧可以作出公平嘅判斷啦。誠實咧唔單止係法律嘅要求啦，更加係保障自己長遠利益嘅唯一方法。好啦，今集10個長生津需要注意嘅事項咧，就係排行完畢啦。咁唔知大家有咩感想或者睇法呢？如果有嘅話咧，歡迎喺留言區嗰度留言啦，我哋會喺嗰度去繼續討論落去。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請記得訂閱、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啦，亦都請撳埋個啷啷以接收龍虎榜最新嘅影片啦。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